香港因為人口嘅增長同老化嘅問題，促使咗市民大眾對於政府醫療服務有好大嘅需求。睇下急症室，佢嘅求診人數 keep 住係高企嘅，通常不停都會有病人喺度輪候，閒閒地都係等5-6個鐘頭。喺高峰期嘅時候，仲可以高達10個鐘，甚至更多。要選擇去到急症室嘅話咧，就要有排等。如果你喺嗰日有需要搶救嘅傷者或者病人嘅話，咁你等到幾時先可以到佢哋咧？以我家人為例，有一次咧，有一位家人咧，佢就跌傷頭部，咁啊流血啦，咁咪都等咗成幾個鐘先有呢個醫護人員去幫佢做一個傷口縫合嘅工作。嗰陣時真係等咗咁耐，忍唔住都要問啦，係咪真係有咁多人係真正需要呢個公營醫療服務咧？答案其實唔係啊，唔係個個都真正係需要。曾經有一個調查報告指出，輪候急症室嘅嘅市民當中，淨係得30%係有緊急嘅需要嘅。政府實行加價嘅措施，為咗縮短同私家診所個收費嘅距離，令到市民可以去考慮下選擇其他嘅醫療服務，例如私家診所或者普通科門診，以去減低呢個急症室嘅壓力。咁實行呢個措施就係由100蚊增加至180蚊。咁佢呢個政策係咪真係可以改善到呢一個情況問題咧？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幾值得探討，所以我就以此為題，並希望咧可以呢個報告可以作為一個政府喺呢個醫療政策上嘅參考同埋改進。喺資料搜集方面咧，要揾一啲可靠嘅數據，例如政府嘅報告、報章同埋啲報道，去作資料嘅整合同分析。要從多角度思考唔同持份者嘅立場，例如有急症室嘅醫生啊，啲基層人士唔同嘅意見啊，佢哋都有各自嘅所需要嘅表達嘅立場，同埋佢哋有各自嘅需要，當中有贊成同反對。最終就要睇埋加價數據前後嘅變化，咁就可以反映出呢個加價政策嘅成效。喺過程中亦都發現咗，原來醫管局個網站入面咧，亦都有顯示各區急症室嘅輪候時間，咁樣係每15分鐘就係會更新一次嘅，可以即時知道該區急症室嘅繁忙程度，以決定自己選擇去到急症室，抑或係其他嘅診所求醫。完成咗呢份 IES 報告之後咧，發覺因為急症室加價嘅措施咧，真係唔係好高，有啲問水，亦都未見佢可以明顯咁樣去減少市民使用急症室嘅數量同埋意欲。我覺得政府咧係應該有需要去再考慮其他嘅一啲措施，而唔係淨係單純用加價嘅方案。可以考慮其他方案，例如去增加醫護人手，去開設24小時門診嘅服務，而去分流一啲唔緊急嘅病人，或者係同私人醫療機構啦商討其他可行嘅措施合作嘅方式，令到市民去樂於去其他私家診所或者私家醫院，以去改變咧市民一向傾向使用急症室嘅呢個習慣。最後咧，亦都感謝喺準備過程當中向我提供意見嘅老師。每當我遇到困難嘅時候，不論係一個文書上嘅技巧定係説明技巧，佢都毫無吝嗇咁樣向我去提供一啲有啟發性嘅指引。例如係一啲論證手法，或者係有關注腳同注解嘅問題。用電腦做 IAS 報告，亦都令到我有一個機會去學習如何去使用呢啲嘅文書軟件。咁就多謝大家。